着震天嘎响的鼓声，来到屏东高树国小。学生们正卖力练习客家太鼓，过程虽然辛苦，但也学会了坚持。打太鼓的时候会打到手破皮，长水泡，然后继续打，打水会破掉，很痛。一开始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打到最后就是有兴趣了，所以就继续打下去。经由客家太鼓的学习，体认到我们的客家祖先是辛勤刻苦的。学校有2/3的客家师生，推动客庄文化不遗余力。客语口说艺术课程营造有趣情境，师生诙谐的互动，以轻松方式提升孩子客语能力，更培养正确观念。乃准时米贵总统欧巴马出来谁披露妈跟谁披露呢？小朋友，哇，年内打追鼓打过哦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了每天回家看报纸，打你宽脖子呢，打你宽脖子，可以增加你的知识哦。口说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借这个口说艺术的训练呢，让小朋友去学习比较传统的，我们所有的砧板呢，客家话。校园中随处可见客语看板，孩子们沉浸在客家文化的氛围中。传承向下扎根，大家都尽一份力量，让客庄文化在高树国小永远流传。上课喽！等你宽脖子，等你宽脖子，等你宽脖子。